即个因为花莲大地震起一边的花莲天王星大楼，拆除的工程按算伫咧2礼拜内完成。这个工程为昨昏下晡开始，先补强结构，加强安全性。到昨昏下晡5点外才正式开始拆，而且按算24点钟透暝时间拢未休困。即马现场的进度啥款？咱连线互咱台语台当伫咧现场的记者郭碧君甲林旭凯，甲咱说明目前上新的进度。是主播各位观众，记者今摆人伫咧花莲天王车大楼的拆除工程现场。这个拆除工程是为昨下晡5点17分的时阵开始的。那今摆会使看到现场的拆除工程是先做休困，因为这个拆除工程是24小时一暝拢有可能爱随时进行，爱先互工作人员先做休困，才我都做后续落来的工作。那伫头拄仔时阵，在地里长也出面说明天王车大楼基面的安置状况。咱来看因的讲法。我们现在就是前3天，旅宿业者他有提供我们饭店的部分，那没有去的都会在中华国小的收容所，也接近快开学了嘛。那这些安置的部分，他会在协调一些我们各公庙的香客大楼，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赶快积极的跟县府来做媒合，看到底要怎么样再来去安置，因为毕竟也不是天王星大楼这边。还有其他各个的我们一些住户啊，其实也是都要安置，那非常的庞大啦。即摆拆除工程爱非常细致，除了烦恼会发生意外以外，这个距离天王车大楼边啊，短3、4公尺的所在，阁有一栋饭店，爱注意这个饭店敢会受落落来的红毛土牵着影响。那拆除的原则上会先为顶悬较重的结构体拆掉，减轻下站的负担，才通较安全的做这个拆除的工程。那伫昨的时阵，也先甲部分的玻璃帷幕先拍破，观察内部的状况，搁再进行上顶悬基底塔的拆除工程。即马基底塔的结构体要是有真侪部分无好拆掉，会使看到这个拆除工程是非常费工费时的。这个拆除工程会规工日暝拢有可能爱随时来进行，就是希望这个花莲天王车大楼会使伫2礼拜以内完全拆除。以上是公视台记者来自花莲天王车大楼的连线报道。